逐当的2月底开始，这樱花就开始咧开啊。伫咧新竹公园咧，这内底受种超过4个品种，拢总860丛的樱花，最近是当咧大开，成袂少人来到遮欣赏。毋免出国，嘛免上山，伫咧市区就当看到真水的沙库啦。 规片的樱花树看起来有够水，民众赶紧摕相机出来翕相。新竹公园内底有种4个品种，超过860丛的樱花树，最近进入大开的季节，不少民众也趁做几天天气好来这看樱花。我觉得在这边就是蛮有氛围，然后蛮漂亮。就是我们觉得在树下看赏樱蛮浪漫的，就是来野餐。 对啊，就很适合年轻人，然后很多人会带小朋友来。新竹市府指出，今年2月到3月是新竹公园樱花大开的季节，目前公园内底樱花已经开要挖8成，花期差不多会到3月中。目前新竹公园樱花已经进入盛开的阶段，园区内以合金樱为主，以及富士樱、八重樱，还有山樱花等等多种樱花树，超过800株。粉红色的花色非常的明显，而且整体花况良好。 花期约可持续到3月上旬至中旬。因为新竹公园地点就伫市区，对民众来讲，唔那免出国，而且交通嘛真方便。不过市府提醒民众来这佚佗，要遵守规定，莫破坏樱花，再等候后续来游客，拢当欣赏到美丽樱花。记者君和新竹报道。